美国的贸易法院裁定，川普关税政策违法，未使施行，这就随带动美金指数反弹，代表换美金就落落来啊，盘中达到30块。啊，那台湾的科技产业普遍拢是认为，这代表汇率和关税政策是下半年影响电子业的两大变数。新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，为这礼拜一突破30块了后，拢伫20外块。拜四开盘价是29.96块，65分。不过盘中起落的细面也持续，卖扩大到将近61角，上价是30.005块。台币的短线升多的一些稍微拉回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早上美股表现不错，再加上川普的贸易政策可能有生变，所以呢，让美元指数有一波反弹，带动了国际美元在走反弹的路。那这个趋势会延续多久还不一定。外汇专家指出，这阵啊爱注意的是，新台票会伫区间起落整理的细面，短期间内可能会伫29.8块至30.3块中间。啊，不过最近台票升达的幅度伤紧，国内一寡科技大厂，亲像是华硕董事长施宗棠、友达董事长偏向龙，都针对台票升达加关税提出看法，认为电子业会全面受影响，势必会有更加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，尤其是在获利能力的方面，只要是有关税，就一定会造成成本的上升，最终还是会转嫁给终端的消费者。若是股市部分，因为有回答财报的好消息，国家美国法院封杀川普的关税，台股是开悬走悬。暗过盘中起价细面有较黏，伫100点起落。宽达股台积电盘中上悬，捌来到986块起19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